着我青春歌声，思着夜风跑转去，可爱可爱迄个人，今夜我来表情意，有抱你身躯，当过好暗暝。黄昏的马车。来，今日的节目是咱义达破歌声吼，每一天拢从2点进行到3点，甲咱观众朋友来做陪伴，谢谢哈。来，即摆要来准备着今仔安排歌曲，但是要先来感谢着咱拄则伫咧陪伴阮的哦，咱这观众朋友伫咧甲江林老师拍扑来哈。来，豆腐甲牛倒转去哦，谢谢哦。节目一个开始，偌济观众朋友伫咧甲阮应付吼，谢谢你们哈！来，梅山的陈大哥，咱的陈忠信大哥，台南的林大姐，秀英姐姐，谢谢忠信大哥，感谢凤原的董先生，高雄的胡大哥，一龙大哥，谢谢咱秀英姐啊，感谢咱再成大哥，北投的来哥，还有哦，咱南崁的严大哥，谢谢玻璃的王大姐，咱玉和大姐，谢谢你，感谢787吴大哥，咱的张传之大哥，谢谢你的掌声。来，英雄还有哦，还有咱秀菊姐姐哦，感谢，还有薛大哥，咱吴明忠大哥，感谢北投来一个吴明子大哥，谢谢。好，明子姐姐，谢谢啦，李明山大哥，中和陈太太，高雄的蔡太太，谢谢咱的廖菊丽姐姐，感谢英雄，有遮济哦，哇，江林老师啊，真正的呢。观众朋友太应付咱的吼，咱的观众朋友非常的热情。对。哦，节目还未开始，伊就伫咧守候啊。哎呀，你简单啊！大家平安，大家快乐。谢谢，各位咱这068陈大哥、春雄大哥，谢谢张传志大哥，咱来787吴大哥、秀英姐啊、玉和姐，谢谢以上，感谢恁的拍扑个声。来，继续就要来安排进行咱今仔日要来甲咱观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歌曲哦，嘿，看恁安怎点啦吼。来头一首，咱要互恁点歌的是咱阮毋是故意。繁华都市，月光顶闪闪是，有一个漂流在他乡外里。第二首，好，第二首歌曲吼，《梅花鹿之恋》。花若来芬芳香味，好，引起阮心着去当时。来，这首歌曲是邦林的歌曲哦，谢谢。来，第三首安排歌曲叫《温情亲属海》。温情深似海，永远甲放袂离。来，第四首歌曲安排是为着10万块。自细汉树来，失去了父母温暖的爱。阿母，人阮明仔载都免搁出勤啊呢？是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哦，等下再搁继续吼。来，第五首歌曲叫做《无你较快活》。想一个情结束也好啦，脚也看你一日一个伴。好的，
来，第6首歌曲《内山之恋》。马兰的山顶风光天，仍有美丽。路边的花蕊满开，春天风送来香味。内山之恋。来，今仔最后一首咯，是咱这个最美。阮是苦命的水玫瑰，好的，来，以上就是咱今仔所安排的歌曲，和老师来做准备哦，吼。啊，咱观众朋友呢，咱这以上拢总由咱专省队伍里的哦，咱的那卡西的吼，记得甲咱伴奏这歌曲哦伊就这个音乐，最主要是要来互咱观众朋友准备打电话哦，8326-317。8326-317。谢谢，来啊，郭大姐好哦，今天第1名呢，搞啦，哦，无你较快活。好，这是咱郭大姐哈，好，谢谢。哎，洪文董先生好。嗨，董先生，今天要听倒一首？我听第4首，为着10万块。安尼哦，好，你是王阿霞吗？吉马特咯。伊等的啦，等的搞袂熟悉的啦。安尼哦，就是伊哦，我是讲来哦，我来看这真明子钱姐姐。我讲第3条，我跟你讲，我物件今仔收着啦。哦，谢谢你啊，明子姐哈，感恩，谢谢你，感谢你，给我加油。来哟，秀月姐你好，秀月姐，嘿，来你好哈。第几？为着10万块。为着10万块吼，好，来感谢咱秀歌仔姐哦，嘿，好，谢谢。哎，你好，嗨，吴大哥，喂，吴大哥好，欢迎你。今天要听倒一首？我听为着10万块吧。哦，为着10万好，块。谢谢，来咱吴大哥哈。太感谢秀唔知，姐，来早哦，美起王阿姿姐，霞，就摕着10万块要美姿姐，你好。你叫我听倒一首？为着10万块。哦，伊嘛要来熟悉的啦。哦要来哦，啊，你哪会做这行情遮好？哎呀，好啦嘿，观众朋友拢较紧的要甲我续倒转去，哎，头拄还是港币的哦。嘿，来哦，秀美姐啊，秀美姐啊，你好，你好哎阿美姐啦，对啦。嘿，欢迎你。嗨，倒一首啦，温情亲属奈。温情第啊你3首。啊你今仔恁遐搭是几个？有迄大，我上点呀，我咧讲话来，我拢来啊，我讲大金小金的阿满啊，对无？啊，哦，搁一个出镜哈，好啦，感谢你啦，谢谢。安尼哦，感谢哈，谢谢，哇，真侪人咧甲我拍扑啊，吼，啊，等下甲我拍扑啊，来哦，苏豪姐姐，欢迎你。啊为着10万块。好，甲你写开哈，好，谢谢您，谢谢，喂，你好，哎呦，郭大哥好哈，哈，好，来，这是咱的郭大哥哦，哈，感谢，谢谢。哎，你好，高雄的蔡太太，你爱较细声嘞，哈，蔡太太，嘿，蔡太太好，嘿，今仔要听倒一首？为着10万块。为着10万块。好，我给你下开哈。 OK，好，好谢谢您，谢谢。OK，好，来个，你好，嘿，哦好。温情亲属好，给你下海。开哈， OK 谢谢您，平安快乐。来，大原乡那里赵先生哈，有位帅哥美女。好，赵先生，要听倒一首？我要第4首。第
第4首为着10来，万这是咱的赵块。先生哦，哈，好，感谢凯，谢谢。嗨，你好，秀琪姐，大家好，秀琪姐好啊。3了，哦温情深似来，海。感谢凯哈，谢谢你们了哈。来，即摆电话吼，观众朋友，你就是爱甲敲咱头前的83263178326327，无论是新朋友、旧朋友，包括讲你今仔才看到阮的节目，只要有在看阮的节目，阮拢欢迎，无咧分哈，我们没有在区分的哦吼。来，甲敲开吼，啊，中华关系伫外关系加一个控诉哦吼，点的歌曲拢总伫后壁，好，拢总伫后壁哦。嘿，来，蓝先生好。妈你好，为着10万块，好，哦，这来给你唱就蓝对了先，OK。生哦，哈，好，夏凯啊哈，谢谢，喂，你好。哎呦，问我阿姨哦。你好。今仔要听倒一首？哦，无你较快活，安尼吼。好，感谢凯哈。好，谢谢刚刚阿姨哦哈，感谢谢谢。还有黄大姐。好，黄大姐好哈。我要听那个第5首。无你较快活。好，来，这是咱的黄大姐哈。好，夏凯哈，好，来，春雄大哥好。哦吼，春雄大哥，感谢你啦哈，甲我加油啊，谢谢啦，嘿啦，感恩你啦。大家朋友为着10万好，块。来，这是咱的春雄大哥哦哈。好，感谢夏凯哈，谢谢谢谢。红椒。红椒，啊，娇姐啊，你好。嘿啊，哎呦，佫无简单，你会敲电话开哦。是啊。嘿啊，我讲第5条，无你较快活。啊，恁姊妹花，你无敲电话甲讲爱看阮的节目。有你真艰苦。啊，好啦，红椒无姐啊，你较快活。下开哈。系啊。好。我无啦，现场的啦，即摆甲你讲话。你红椒，你爱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伊就是回锁。听电话筒内底声啊。啊有。哦，你电视切无声的呀，哦，安尼才正确哦吼 ，OK。好，谢谢谢谢。哎，对手毋足强的，系啊。有食药啊无安尼，啊无奈，嘿。来，梁山大哥好。安尼哦，安尼哦，真强谢谢哦。系啊，对手足强的啦。对手足强的吼。来了解，无你较快活。好的，来，甲恁下开哈，谢谢。来，电话喂，啊，恁今仔来点歌来点安尼？系啊，较集中啊，较集中，无要紧。好来。大家拢开500块呀？开500块。去保险，你无用吗？吼，啊嘛毋是安尼，伊讲无来点歌去集中安尼尔嘛。哦。来，你即摆是安那？来，即摆是要头一歌先来啊。头一首歌为着10万块。吼，10万块咱会当为着10万块，你爱先准备，啊，搁有咱即个无你较快活嘛爱准备。好。哦，啊，温情顺水金珠海这3首，好，今仔人气吼。我点的歌曲拢集中是3首尔，7首讲集中3首，吼。好来，电话吼，咱还阁有1点半时间吼，啊，恁电话赶紧阁敲开吼。为了10万块先吗？哎，是哩，来你好，新朋友呢？喂，嘿啊。你讲叫我唱呢，我会使点第5条无你较快活。啊，会使你来。啊，这你住倒位啊？我住花莲。花莲哦。花莲关西社乡。安尼哦，啊你叫啥名啊？我要怎称呼你？好所在啊。吴美云哟。好，美云。好，美云姐啊哈，好，甲你下开哦嘿，好，谢谢。吴美玲啊。感谢你哦。诶，咱有缘分啦，咱有缘分。美玲姐啊。哦，写好啊，写好啊，好，谢谢。来，高雄的周太太你好。我要点玫瑰露之卵，OK。来，这是咱的周太太哦，好，谢谢，好，谢谢你。来哟，金发大哥，帅哥，帅哥，你好。多一首。你爱唱一条，你想要唱一条。为着10万块吗？哦，安尼好，甲你下开哈。我这个扮演着老苍，我这个老苍的时阵我呢，嘿。来，严大哥好。真有特色哦。为着10万块吼，好来，谢谢你，谢谢，来你严大哥哈，感谢。哎，你好，周大姐。10万块。安尼哦，来，这是咱周大姐。来，即摆几个来熟悉啦，来。
我我问你，几几个啊？ 3、4、5、6、7、8、9、10、11、12、13、14、15、几个啊？几个？ 16啦。嘿嘿，你叫是你台积电哟？系啊，哦，我即摆起大价，稍等下你就知做马当中先绝对要求美金的啦。嘿，毋是台票哦，港票嘛袂使你啊。台票即摆较好用。你好来，哎，人客来啊，要过来熟悉的是无？我要来点一首来山之恋。来山痴啊，恋厉害厉害， ，OK。这首歌吼，好，安尼我来下台哈。好，谢谢你，谢谢。来落歌啦，准备这首叫做，咱会为着10万块。哦，这首歌因为吼有口白啦，吼有口白伫咧吼。好，谢谢咱观众朋友哈。来，啊恁安尼，我是讲无要搁接啊，恁搁直直开。来，青田大哥你好，青田大哥，欢迎你。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卖花路之恋遐。我哈什么？第几就好？第4首为着10万块遐，好，来，嘿，青田大哥啦吼，你甲我讲第几首就好，好来，谢谢。来，观众朋友请准备后边，准备要来甲放林熟悉呢。今仔有咱这个董先生当的啊哈，秀月姐、吴大哥、蓝先生、严大哥、美芝姐姐、苏豪姐、郭大哥、蔡太太、赵先生、春雄大哥，还也有咱这个黄大姐、金巴大哥、周大姐、青田大哥，以上给咱点这首叫做为着10万块，谢谢。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阿母，你哪会知？太知，啊早起往啊社来，我已经将你了伊，美金10万块，而且现金嘛得咯。不是啦，不是啦，是另外一个人客，伊摕到1万块，要来甲我赎身。即摆讲10万块，是不是代票呀？代票啊，当然是代票。来，你准了你，10万块。恁祖妈是去食一个自助餐的时阵，要2000外。你自助餐食2000外，你是食啥物？自助餐的时候，你知是要梅配鲍鱼吗？爱带阮只牛仔去啊！安尼啊，我一步一摆摕互伊的先10万块，对无？有当时啊，先佫会无够。佫会稀奇数口咧。无啦，啦，你讲什么代票10万块？不是啦，是1万块。以前你毋是有讲过，1万块就会当互我自由啊？即阵你过来，你过来，我念一下来。嘛，我白开，我跟你讲，无你是要安怎？明明都1万这个块世界个无共咯。无共，无是啥物无共款，拢总共款啦。嘿啊，薪水也无甲我起价。嘿。对，头家薪水也无甲我起啊，我做10多年啊。
哈嗯，你无想讲你较早流鼻的时阵哦，系啊，伫放尿的当中的时阵着，抑个邻座妈啊，甲你换裤的时阵对无？啊，你甲你捏到遮大汉的时，你即摆用出是代票10000块。阿母，嗯你以前真正有讲过，10000块就会当互我自由，啊，即阵这是30年前啦。即阵嘿时机无共款咯，就爱美金100000块，才会杀你。啊，若无死就免讲了。阿母，嘿，美金100000块，免讲。阿母，我不爱啦。无爱当中的时阵，我已经甲你买出去咯。阿母，100000块，100000块，我是美金，100000块啦。自己无招来，失去了幸福美满的爱，不知不觉，伤心流目屎。环境所害，所以不得已反背你真情爱，无义误会，就像阵雨风台。阿母，100000块，100000块，100000块啦！为着100000块，遮侪人点，谢谢你们哈，感谢感谢。来，第二首歌曲来甲做安排，感谢咱这个刘女士。咱个有吕方叔叔，也个有咱金发大哥秀英姐啊，感谢玉和大姐、于小姐哦，感谢玉霜姐姐，感谢咱的金发大哥在给咱拍捧啊，谢谢你们。来，也个有咱来哦，郭先生，感谢咱的中国灯大哥，谢谢啊，咱这个松山区哦廖大哥啊，感谢咱的秀英姐啊哈，恁的掌声哦，感谢，谢谢。来。哦，江林老师来准备者，啊，我等下嘛爱过来唱迄首，做无你较快活。是。啊，今仔拢总点着我的呢，哪会安尼较搞？无紧，你先唱两句啊，小等再我唱。安尼，你毋足够唱的啊？毋是，啊头一日我唱的。真正你较够唱呢，迄人客嘛有讲过呢，迄毋是王阿霞讲的，迄是在座的人客吼。食鱼食肉，买菜价，吼，嘿，查甫唱完为你声唱嘛。安尼啊，安尼我准备进入一个广告时间，对来就好哦，吼。啊，老师来做准备哈，来谢谢。观众朋友啊，芳玲甲恁介绍叫做龟鹿鸵鸟精。咱若想讲要食龟鹿鸵鸟精，即马市面上有足侪对无？食较好诶，食咱即种诶吼，有专利萃取诶，啊，佮有八杯浓缩诶，上定级诶吼，嘿，八对。杯浓缩，啊，你啊8杯浓缩会安怎呢？甲咱一般咧食效果无共款，哇，7天就会知影。有真侪时段讲我说，哦，安尼即2支拢较袂记力，行袂远啊，爬袂起哩啊。有当时楼梯敢若咧爬的时阵，真正就按豆豆啊扭，啊，若咧落楼梯的时阵吼，毋是有声音尔啦，真侪时段拢讲，哎呦，芳玲啊，我咧落楼梯的时阵吼，奇怪，拢有咧咳咳咳的声音，退化，拍去啦。是啦，锁去啊吼！你落楼梯的时阵吼，严重的时阵爱一竿一竿落来，搁刷落爱个倒退路的这啊。咱是安尼来讲，芳玲甲恁介绍有专利萃取的哦吼，专利的哈，咱有3国的专利哦。观众朋友，这食着效果真好，真正非常有感觉。啊，这个真俗，因为8杯浓缩，别人爱食咧8粒，咱食1粒就好安尼。啊，物件足热度。
对，一天甲食一摆，一摆甲食2粒，你就会当轻轻松松。有的观众朋友讲，坐咧咧看电视，讲安尼要爬开便所，讲你袂使会开。你来像我食了，一下就会当开啊哈！吼啊，尤其是即马过年就要到啊，食，互伊轻松会了，人会当有法度来过家吼。阮有足侪观众朋友甲阮食好，要甲咱斗相报哦，恁甲阮听看卖影咧哈，谢谢。较早拢按2站多安尼跍着，互免手环流水安尼一站敢若爬起，人即摆免，即摆一站爬去啊。哦。啊。遐啊都两支骹拢开都开了啊啦。嘿是。以前拢真顺软咧，行路拢行甲真艰苦，行都着啦。即摆食了我较会行咧。我阵仔脚骨安尼，医生特务医生，我无效，啊，落要食你拖下钟都全好去啊。脚都拄对是伊个，种行较平去无。我好，我是早下2粒，我重较重，我下2粒啊，2粒，食即摆就10箍外就好啊。哦，你迄拖下针吼，袂歹呢。嘿，我本来骹吼。跍咧，爬袂起来哦，个人硬将将爱听一直叫哦，这食1礼拜呢，效果足好哦。好，谢谢观众朋友，你看卖影咧，咱像讲咱迄阿姐啊，迄大哥伫咧讲的时阵，是毋是讲到你心肝苦了？哎哟，哪安尼甲我的情况共款？如果若是安尼，你来注文哈，电话都甲举开，甲电话甲卡互通，你身体就会当得到健康哈。咱这非常的公道。介绍足公道的，每一个人拢总食会起。这一组，咱这一组一盒2980块，但是呢，你即马只要甲咱主文交代，买一盒有甲咱送咱2盒，安尼3盒3个月份。伊这1个月份吼，都2980。对。吼，咱甲争取，这就是等于咧回馈。对啊。安怎讲呢？咱的观众朋友真疼惜咱。对。吼，咱这买着的时阵，拢是团购价。对。拢是大卖价就对啦，吼市面上的鸵鸟精，只要若是正品的，拢真好。但是呢，咱这个时阵不但是正品，而且咱阁有3张这个专业的证书，效果好，而且高倍数浓缩的。你甲摕当食先3天左右，你就感觉精神上的时阵就迄个加深饱足。若食差1、2盒经过了后时阵，咱个骹头，咱咧行路的时阵对无？在咧起落关节当中的时，你就会感觉无压力。即马上的时阵问你，莫问我，互你本身对心肝头欢喜倒出来。会记哩哈，食好才甲阮斗相报。来。0800815181，0800815181，你即马会使甲咱主文大组的。大组呢，就是讲咱这4组2组，2组6盒对无？5960块。观众朋友，即马甲咱主文，咱搁加再加送1盒哈，再加送1盒哈。所以讲你买到的7个月份，7个月份5960块。来，即马开始要咱敲电话咯，0800815181，0800815181，互阮小姐为恁做服务哈。咱这时代即马食咧，互你过年的时阵，哎哟。1个月哦，所以讲轻松了人，要来过家，要来共拜年行春，绝对有法度的哈！来，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好，谢谢。来，今晚要来唱歌。观众朋友吼，线卡，你若阮小姐做服务，你电话甲拨通。如果你若要找着芳玲甲江林的，你爱稍等我录节目了后，甲小姐留电话就可以。好，谢谢。来安排这首无你较规划，咱的郭大姐、月儿阿姨、黄小姐，搁有咱洪娇姐啊，咱梁山大哥、吴美云大姐收点，谢谢。
放心肝，请你放心肝，对我敢袂受责啦，是心肝最后的办法，莫听莫看，无你空为我。博士，嘿，咱讲乌蒜头，吼，还有咱神奇的姜黄素，对还有咱是这个葡聚多糖，对这三种安尼甲结合起来，伊对着咱的身体有特别有啥物功能？我上条我讲过吼嗯哼，以这三个咱咧讲1+1不是等于2，1+1等于3等于4，咱叫做相乘相符，叫做加倍。好，这个讲以这个倍数的这个配方为什么三大天王要聚在一起嘿？1.5也原因嘛吼哦，所以产生的是相加相乘吼嗯哼，是咱人体的形成一个超强大的抗发炎、抗氧化的，叫做哦金钟罩铁布衫。是是。你知影咱人现在破病哦，就现久发炎啊。哦啊，发炎就是咱身体咧闷烧嘛。嗯哼，啊，一个火咱叫做发炎嘛，是两个火叫做过敏嘛。哎啊，过敏足恶治的嘛。对第三个火就是叫做生麦米啊嘛，哇就是身体拢有火，嗯哼叫做发炎因子。是啊，所以我跟你讲，伊三个形成的所谓的金钟罩铁布衫，伊就是抗发炎甲抗氧化，所以伊三个产生第就是讲伊有强大的杀菌消炎作用，第二就是抗发炎作用，第三就是讲伊有保肝保血作用，第四伊就是有这个强壮性功能、抗衰老作用，再来就是伊有调节三高的作用，哦啊，再来就是伊有这个免疫防护作用，再来就是讲也当预防心血管疾病，再来就是预防癌症肿瘤，再来就是预防失智症，尤其这乌蒜头内面有丰富叫做多酚。多酚多酚嘛，吼，咱知外口即摆足侪拢咧讲，像红酒内面上调就是叫做多酚嘛，红酒多酚。啊，多酚伊咧创，多酚伊本身伊就是有即个活化咱咧讲诶，咱即个脑的神经细胞，是吼，有个活化作用。啊，伊都活化啥？活化就是讲，互咱的心脏会变强有力。啊，再来就是讲，互咱的肺经袂去塌掉咧。啊，所以咱咧讲所谓的强筋抗衰老，就是咧讲诶，好，因为咱男性一位6点半到11点半，他需要一气呵成的是讲伊的海绵体爱有12倍的血爱灌入去海绵体，而且我都完全勃起。是啊，所以伊就需要脑的功能，脑的正常功能，心脏的健康功能，啊，甲血液通路的健康功能。啊，所以这三大天王就是讲伊咧强筋抗衰老，吼，它就有这些功效。提升免疫系统。对，防护嘛，就三大天王啊。所以讲足厉害嘞。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有想要互你身体变好，吼，对，三大天王你会当讲吼，爱逐项拢爱坐庄啦。你袂使讲这项有食，这项无食。这就是讲日本吼，日本的技术，日本伊的厉害。是。讲实在，你市面上吼要找这三大天王的几乎没有了。没有哈。无。一般都是分开的。因为每一项我你讲爸爸妈妈，我拢感觉讲，伊迄拢是分开的呢。来，我你讲啦，我拢想爱讲一个吼，养生保健吼，是，莫讲着安尼爱食骨头管安尼，吼，我你讲，以前每一个产品它都可以当成一个独立哦。哦。但是伊甲合作伙的时阵，伊产生的迄个相辅相成的功效吼，是加骨头10倍哦。对。所以咱要食。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物件，咱就爱食有效的就对了，爱食上厉害的就对了。对。好，谢谢。真侪观众朋友讲说吼，最近大家拢在提高免疫力嘛，吼啊，到底是免疫力食啥物较好？哦，当然是由咱的专家，咱的教授来甲咱讲上佳健康。健康，吼对无？伊咧甲咱讲啊，咱平常时咱都有咧食蒜头，但是咱若讲蒜头，会当讲若是乌蒜头是上佳好的啦。这个抑阁有咱像这个吼抗体这个吼，这个
抗毒啦，吼，抗毒的天王，就是这个姜黄素。姜黄素啦，吼，还有咱像这个黄奕之王啊，黄奕，对啊，这本身有做普聚多糖啊，对，提升像这个免疫力。最主要是讲。这段时间吼，观众朋友讲啊，咱有当时嘛会出外啦。COVID-19。系啊，啊你即马吼，啊提高咱家己讲对外来无好的物件的抵抗能力。哦，啊你对身体健康嘛，哦，咱讲咱身体若健康，就是讲像咱博士伫咧讲啊，咱家己有形成一个保护网，唔对，嘿，保护网啊呢，哦，家己保护掉咧。即使讲出去的时阵，你有拄着外来无好病毒。咱家己嘛会启动咱家己的保护能力，安尼了解无？嘛较袂感冒。啊，对啦，上重要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咱年纪较济，一条咱跩时代，吼，咱跩爸爸妈妈，你若讲啊，平常时啊，哦，甲做好咱的免疫系统，互伊控制好，安尼包括讲吼，咱伫咧食一寡病痛药啊，效果嘛较好哦。因为你免疫力较好嘛，吼，啊，你家己你一寡辛苦病痛啦，你食一寡药啊啥，奇怪呢，哪会加足轻松的？最近伫咧食嘛是食安尼尔，啊，哪会加即马加较好啊？哈，哦，这就是讲平常时啊，你有咧保养都有差，啊，甲咱讲到遮哦。啊，如果你若观众朋友若要搁问较详细，要找阮小姐，你敲电话线敲就好啊哈。继续要来安排这首《温情深似海》，咱江林老师来献唱哦。这是咱米子姐姐、阿梅姐来个甲秀季姐所点，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安尼所靠我恁做服务，谢谢。情是看是，无因为着做人会记你，我要牺牲我自己。甲放袂
或者温情深似海，感谢咱银河林太太啊，咱068陈先生啊，搁咱秀英姐啊，搁秀季姐，尤大哥、尤大嫂，谢谢你哈。来啊，咱进行一段广告时间啊，互老师来做准备，迄首或者《梅花鹿之恋》。来，礼拜四搁4天，寒流就要搁来啊！观众朋友啊，你是毋是有甲家己的启动家己的保护机能呢？爱保护家己。安怎？有的观众朋友讲啊，我都年纪较济啊，公路啦，公路拢总一直安尼袂拄啊好啦。有当时影响到啥？影响到即个莫达，会安尼刺疼，啊，小可爬一楼梯尔，喘鼻涕。啊，搁有一种观众朋友呢，伊安尼啊，公路内底拢安尼。较靠较落啦，去煮这食的时阵讲啊那安尼乌杂杂安尼啊，搁有一种观众朋友讲说啊，我都年纪较济，小可靠伤济，靠济了后，规个拢总乌青硬灰一片伊即个就是像即个公路的时阵着已经白掉咧啊，啊都真靠啦，真毒啦，啊即款的就这先，所以讲啊。有人的时阵就拢相信像即个西药嘛，啊食像即互伊清的啦，啊结果愈食的时阵伊像即个公路先愈食愈薄，所以讲你若去揢着，啊，就咧乌青硬化，就会变成像即个脂斑有啊无？对。即款就即爱注意你若长期安尼来讲的时阵，对无？有当时啊，咱人性地夹起来时阵因为像即个公路的时阵，细条搁切啊，无弹性就对啊，就塌的就瘪的。对。啊，瘪起的时阵对无，啊，就变成算中风的就对。啊，即摆现主持咱所伫咧介绍的啊，咱会像即个处方，像即个红景天包括就是讲即个纳豆啊，甲红曲对无？啊，甲啥？甲 Q10。即种针对着讲，咱会像即个公路内面垃垃圾圾的时，不但甲你清气，油浊浊的即款的做这啦，搁再来是公路研发电器啊，已经硬化去啊，即款的做这啊，来甲你做修补，一了后先，互你有恢复像即个弹性，啊，你这公路的时阵对无？若清，即个气路若通得顺的时阵，即个炎热的时阵，咱伫咧行路才免咧屁屁喘。对啦。咱真侪观众朋友甲咱食好，我咧讲毋是阮咧讲好尔，足侪观众朋友甲咱用了，甲咱斗相报，恁听看卖啊咧喂，玉梅姐你好，本顶我心脏足严重的啊开刀讲爱100万啊，尾啊我看到电视讲迄黄景天呐，我有甲恁买一盒，有效啦，即马我心脏无遐严重。你嘛要搁甲恁叫咧？我毋着迄暗棍仔经本来逐工都爱愈迄保病啦。安尼若算到尾啊拢血啊拢高啦。安尼疼。啊，我食你红景天，食了过来就安尼好势。啊，食迄红景天食了，心脏也好，啊肝也好，啊肝拢100分，心脏嘛100分啦。啊，伊讲伊手甲骹拢会麻啦。我讲你你就先买红景天来食啦。阮先生伊就去工地啦啊转来啊，喘气用吹啦，安尼啦。敢若袂输你喷风啦，啊，迄就是敢若迄就是缺氧嘛。伊转来，我就先摕2粒的红景天去食。啊，到早1、2点遐啊，就看伊去困的时就正常啊。啊，这回阮连阮咧。谢谢。有听到无？阮咧小小姐讲，阮咧笑爸爸，本地拢安尼小可8十人呼呼叫啦，即马拢总袂啊好，食好，甲咱斗小宝足侪人诶，所以讲观众朋友，你有听有清楚哈。
朱文芳林给您推荐介绍的，咱叫做四大天王四种极品4合1，内底有4种的成分，而且呢每一项内底成分拢总有够，互你每一个人食起一组2盒才2800块尔。咱观众朋友甲我注文大组的，买4盒优待5000块，是5600，优待5000无定金，即摆再加送1盒，所以讲你即摆摕到的时阵是5大盒，5大盒，每一盒拢总60粒装，啊，食咧1个月5000块。注文交代哦，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1810800815181，电话甲卡通身体才会健康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唱歌，芳玲呢，即摆来甲恁做服务啊哈，来恁电话继续甲咱卡哦，安尼哦，这首我要紧先做登记，做登记。咱的观众朋友，你若如果要找着工人甲谢芳玲，需要阮2个人亲身甲你服务的，小姐呢，小姐先做登记了后，先再甲你回答。对，好，谢谢。安尼要来唱《秋北回路之乱》，来，钟太太收点，谢谢。电话刷卡，小姐甲你做服务哦。谢谢。来分风风雨，
哇，这首歌曲真侪人甲咱拍破，感谢咱永明老师哦，感谢太平的林大哥，谢谢你们。来，继续老师来做准备者吼，啊，咱等下过2分钟，阮就要落节目啊。啊，落节目了后呢，阮的服务无讲吼，无停啦，继续进行。阮若落节目了后，阮2个伫线骹继续甲恁做服务。甲阮小姐讲，你要找着工人甲芳人，拢总可以哈。啊，会记来敲阮的头前专线电话8326-317，中华关市直播外关市加控诉另外1支0800-508-0810-810-810。繁华都市，夜空闪闪是一个漂流在他乡海。惜别的彼当时，约束的日子，天涯路水伴阮等你。阮不是故意，阮不是故意，环境叫阮离开你。为什么纯情的爱对待你，为何你无勇气来表示？阮是故意，阮是故意，爸母叫阮。